標標冷知識 Watch Here， 情人節大家會諗起邊個品牌呢？有一個品牌嘅珠寶同腕錶作品就好似一封封情書，見證住愛，佢就係 3CA 梵克雅寶。呢段動人故事始於1895年，出身珠寶商世家嘅雅寶同梵克喺巴黎締結良緣。1906年，夫婦將兩人嘅名結合，喺巴黎方登廣場22號創立咗梵克雅寶。品牌賣出第一件作品就係一組心形鑽石珠寶，為 3CA 定下愛嘅起點。1926年，佢哋個女雲妮接任藝術總監，開拓出品牌嘅獨特風格。1933年 ，3CA 為隱密式鑲嵌工藝申請專利，呢項革命性技術可以隱藏金屬結構，展現寶石美態。1935年，溫莎公爵為愛人華麗斯辛普森訂製 Cadenas 鎖頭腕錶，蛇鏈手鐲象徵鎖住愛情，隱密錶鏈設計令時間成為只有佩戴者先睇到嘅浪漫。1936年，溫莎公爵退位前夕，為咗慶祝夫人40歲生日，向 3CA 訂製咗3件傑作。Cravate 紅寶石流蘇頸鏈係夫人舞會中最常佩戴。Dark Plumes 紅寶石冬青葉泛胸針係早期採用隱密式鑲嵌嘅傑作，同鑲嵌紅寶石同鑽石手鐲一齊見證呢段不被皇室祝福嘅愛情故事。1939年，埃及末代公主嫁俾伊朗王子時， 3CA 為公主同皇后設計頸鏈。1944年，品牌推出首款 Lovebirds 胸針系列，象徵愛情同團圓。1950年，呢款可以自由切換手鏈同頸鏈嘅攝頸鏈正式問世。下集我哋再講講 3CA 同摩納哥王妃 Grace Kelly 嘅淵源同其他經典作品。